大家好，我係 Morning Sir，歡迎嚟到 Show Me Your Love 呢個 channel。我相信昔日上帝向古以色列人講嘅說話，佢哋同上帝相處嘅經歷，對歷世歷代上帝嘅子民，包括咗我哋，即係你同我啊，仍然係相關，係 relevant 嘅。希望你可以喺呢個 channel 裏邊揾到同你屬靈生命相關嘅信息，同上帝相遇。By the way，記得喺睇完之後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啊！兄姊妹好，係啦，Morning Sir 又嚟啦。今次我哋嚟到微型專題系列打底篇嘅真係最後一集啦，即係第6課嘅下半場，心態決定眼界嘅下半場。咁我哋快啊，好，我哋今次節奏快啲。嗱，上一次其實我哋已經講咗一啲嘅概念。上一次我主要就係想講大家讀經嘅時候會唔會因為個人嘅一啲嘅背景，將一啲假設，將我哋自己心裏邊對於一啲嘅假設啦，讀經嘅時候，同埋我哋一啲喺自己嘅時代，你自己嘅背景之下嘅嘢讀咗入去聖經入邊，以至於我哋誤解咗聖經嗰個嘅意思。嗱，今次咧我哋就繼續去就重點就唔係假設啦，重點就係一啲嘅少少方法論或者呢啲方法論嘅觀點係點樣？我哋好多時聽啲學者講我用乜嘢乜嘢嘅方法論，我係歷史研究嘅，我係文學研究嘅。咁其實究竟呢啲是什麼東西咧？當然唔會喺呢一集裏邊可以詳細講嘅。日後會有第二啲嘅系列去講到一啲釋經嘅方法，同埋都可以帶下大家一齊去做少少嘅練習即係呢個開住空頭支票先即係有嗰啲咁嘅系列嘅會有，或者有啲咁嘅書我會寫嘅。咁但係今日就承住上一集我哋講到即係幾個概念啊嘛。如果你記得個字嘅話，其實係來自希臘文嘅字嘅 exegesis 就通常我哋會譯做釋出啦，即係或者詮釋啦，或者有啲人就譯做釋經啦。咁尤其是用喺聖經方面嘅就叫釋經啦，就 exegesis。如果用英文讀嘅話就係 exegesis。咁另外咧就係讀入啦，即係就唔係由個經文度攞個意思出嚟咯，而係我讀入去eisegesis 啦，即係 eis 喺呢個希臘文嚟講，即係入去go into 咁啊，eisegesis 所以我哋亦做讀入，咁所以詮釋或者釋出就相對於讀入去。咁再一個咧就係我哋常常講嘅詮釋學啦。有時你去書局度睇下啲書睇到附柯recur 咁咁或者係即係一啲嘅學者咁樣，咁即係呢啲 hermeneutics 一啲詮釋學嘅東西。咁即係話我見到一樣嘢嘅時候，我點樣去詮釋佢咧？我點樣去理解呢一樣嘢啊？如果你話我唔知咩叫詮釋，就係你點去理解佢咧？又唔一定係本書嘅，亦都唔一定係一篇文章。你當然可以係一篇文章啦。你望落一段新聞你嘅理解同佢嘅理解可能已經唔同。你睇一張廣告即係你望見，譬如文字好少嘅，淨係見到張圖片嘅。你望到張圖片，可能諗到一啲嘢。你個朋友望到張圖片，可能諗到第二啲嘢甚至乎對於呢個世界咁都係有好多個詮釋喺裏邊。嗱，上一次講到有啲人就話我只讀聖經，我唔睇咁多神學。咁但係我亦都講咗啦，其實由我哋開始嘗試去理解個經文，你唔係淨係讀個讀音出嚟嘅時候，我哋已經開始喺度釋經，嗰啲已經係神學嚟噶啦。個問題就係話有啲人即係就藉住學習即係可能讀過神學或者讀過一啲詮釋學嘅科目，讀過哲學咁樣，佢懂得點樣係科學化嘅，喺一個框架裏邊去解釋聖經所謂釋出聖經嘅意思。我望到一個咁樣嘅文字嘅排列，我認識過一種嘅語文，我就能夠知道即係究竟佢嘅意思是什麼啦。你話我使乜啫？我自己去就咁理解咪得咯。咁首先你要認識個語文啦。聖經唔係用中文寫噶嘛。咁如果最理想嘅當然用希伯來文去睇啦。咁但係如果唔得嘅，睇譯本，咁你都有個譜噶。你點樣理解呢一樣嘢我俾你識英文咁樣即係raining cats and dogs 咁樣，唔通真係落貓狗咩？定係落雨連埋有貓狗咧？但係唔係啊！我哋知道如果你知道呢啲言語嘅時候，你就知道呢個意思就話，哇，落好大雨滂沱大雨咁樣淋到一隻嘢咁樣嗰種，咁好明顯唔係按字面嘅。
你需要有嗰個語文嘅根底，知道嗰個嘅文化背景，你先至能夠理解。啊，當呢個雅歌裏邊讚揚嗰個美貌嘅女子啊嘅時候，就話你個眼睛好似白鴿眼咁，我最中意用呢啲例子咁樣。你冇嗰個文化背景嘅時候，你用咗我哋今天啊白鴿眼，即係話啊，即係好勢利啊，睇人哋成日即係用一個好 mean 好批判式嘅睇人哋窮唔窮啊咁樣就白鴿眼啫，即係唔係咁嘅意思噶嘛，冇錯啦。有啲人藉住學習，既係知道個語文文法啊一啲歷史考古，咁同埋亦都知道解經嘅傳統喺呢個嘅範圍裏邊啊，譬如解約翰福音。我嘅肉係可以吃嘅，我個血係可以飲嘅，好明顯唔係講緊食人族啊，係講緊耶穌基督將佢嘅生命啊，透過即係呢個聖餐，能夠仍然係滋養啊，滋潤到我哋嘅靈性等等等等。咁呢個係藉住科學嘅方法啊，即係喺一個知識嘅層面裏邊嘅基礎上邊，再根據咩叫科學方法咧，都可以講下嘅。即係主要係三個元素啦。我成日都會喺我個 PowerPoint 裏邊講到嘅就係證據。跟住咧，即係你嘅 evidence 啦，或者 data 啦，跟住你嘅analysis 啊，你嘅分析，最後就係 judgment 啦，你嘅判斷啦，判斷啊包括咗上次所講嘅分辨啊、明辨呢啲嘅東西啦，證據分析同判斷就叫做科學方法。無論你係做人文科學定係自然科學，都離不開呢三個主要嘅元素。咁喺一啲基礎嘅知識，再加埋有科學嘅頭腦啊，科學嘅方法。咁就得出一個釋經嘅結果。我哋見到一段經文，我就根據經文嘅用字，根據我哋認識佢嘅歷史嚟去得出。啊，但係唔係嘅，亦都有啲朋友唔係基於證據同方法，純粹係將自己嘅想法、自己初步按住字面嘅理解啊。無論有啲經文係可以按字面理解嘅啊，平心而論。但係有啲經文你唔認識佢個背景嘅時候，你用字面去理解咧，就張冠李戴啦，或者係你即係斷章取義咁樣，好似上次所講嘅。咁你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咁摩西咪講過咯咁樣。咁你唔可以咁講噶嘛，摩西唔係咁嘅意思噶嘛。或者你話聖經裏面有冇講沒有神啊？聖經裏邊真係有經文講沒有神噶喎，不係愚頑人說沒有神啊。你係咪愚頑人呢？你同我都唔係。咁咁係斷章取義咗攞嚟講咁。但係好多時我哋尤其是嗱背金句係非常之好嘅，我都係從即係信耶穌開始啊，即係到而家我都係好中意背金句、背經文嗰個時候一張一張咁背。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只係背金句而唔睇上文下理嘅話，就得出好多個笑話，甚至乎係解錯經啊，甚至乎你都知道好多異端邪說。啲邪教都係咁樣出嚟噶啦，將一句半句咁解咗，跟住就應用喺個教主自己身上邊，就話自己係教主啦，係基督啦，嗰啲咁嘅笑話度，即係我成日都話街頭上面如果有個人突然間拍你膊頭話我係基督啊，你會有咩反應？大家都知有咩反應啦，但係真係反而企喺個講台度，有人話我係基督啊，有好多人信嘅。咁嗱，呢啲就係冇一個科學嘅方法，冇根據教會嘅傳統，冇按住神學嘅認識去解經。咁於是乎就唔係詮釋或者釋出經文，而係讀入咗你嘅信息，讀入咗你嘅思想落去經文度，就出啲咁嘅嘢咯。嗱，咁我又咁講，即係我哋要知道聖經，我成日強調聖經唔係由個天度突然間撲一聲跌落嚟，上帝係藉住人類嘅文字，藉住人類嘅語言，用人睇得明嘅語言嚟去傳遞佢嘅啟示，係藉住人手寫落嚟嘅經卷，亦都從今天見到嘅資料，即係好多時都唔會係一個人寫落一卷書嘅狀況，而係上帝刻意用一個好人類嘅過程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人去寫落嚟，但係或者收集咗資料，逐步編修落嚟，咁係好似即係用一個好一棵大樹調翻轉頭，由好多個枝條慢慢匯聚翻，變成一啲主幹啊等等，就變成咗今天我哋一個即係大家有共識嘅一個比較 unify 咗個 version 啊，即係一個統一咗個版本，再用嚟做翻譯。咁你話咁最原本唔係一本，咁咪好亂咯？唔係啊，你又見到喺聖靈嘅帶領之下，由猶太人嘅世界到初代教會，係部分嘅猶太人信耶穌係基督，到後來嘅教會
咁逐步逐步將呢啲嘅經書咁匯集落嚟，咁即係逐步去理解嘅時候，就去慢慢有一個嘅一致嘅大家認同嘅版本啊，而唔係原初係出一個版本。咁所以上帝係其實係藉住人類嘅文字，藉住人手寫落咗唔同嘅經卷落嚟，咁咁就出現一個狀況。寫嘅人好似上次所講，佢一定係寫啲自己知道嘅嘢噶嘛，自己明白嘅嘢。佢諗住傳遞俾面前嘅或者打算嘅讀者係一啲佢哋都能夠明白嘅東西。正如我而家錄緊呢個嘅音嘅 video 嘅時候，我係打算你會知我講乜噶嘛。我唔會突然間講啲天使嘅言語，或者講啲1000幾百年後嘅人先至會明嘅東西啊。正如你今日講 AI，50年前你用呢個詞彙，啲人可能都唔知係乜嘅。你講 iPhone，50年前啲人唔會知係乜嘅。咁你50年前就已經講定 AI 同 iPhone 係冇意思嘅。即係叮當翻去大雄嘅世界嘅時候，佢相信佢都唔係特，即係佢都要用翻當時大雄嘅語言啦，唔會用。雖然佢帶嚟咗好多好未來嘅東西啊喺漫畫裏邊，但係佢一定係講大雄認識嘅說話嘅，佢唔會講大雄唔認識嘅說話嘅，係咪？就算佢喺未來翻嚟。嗱，更何況寫作聖經嘅人，或者我哋成日用嘅編修者呢個講法，佢受自己時空文化嘅影響，佢要傳遞住自己認識嘅東西，所以佢係帶住自己嘅觀點、背景，同埋用佢自己嘅語言去寫。而去到今天2000多，甚至乎3000年，2500到啦，我估計啊，後嘅人用今日我哋嘅文化背景、角度、思想方法、語言去認識2000幾年前嘅人嘅用語，即使翻譯咗做中文，往往好多時都有一個好大嘅差距。咁唯一我哋應該咁講啦，喺呢度你見到我特登用藍色字，我覺得你成堂唔知我講乜都唔緊要嘅，最緊要就係知道舊約聖經係唔同嘅群體，主要係希伯來人啦，當時嚟講喺不同嘅時代面對唔同問題嘅時候，寫低佢哋同上帝相處同互動嘅體驗同見證。嗱，你話呢句嘢做乜咁長嘅咧？係因為呢句嘢裏面有好多個元素。舊約聖經原本係希伯來人唔同嘅群體寫成嘅，裏邊有39卷書。呢39卷書源出於唔知有幾多個文本出嚟，係唔同嘅希伯來人群體佢去即係收集，佢去寫成。咁所以你會見到喺當中有一啲有人覺得係矛盾，有人覺得係衝突，但係其實係好多重嘅聲音，因為佢為唔同嘅目的去寫啊。即係你喺報攤度眯埋眼咁攞20份啊，無論報章又好，雜誌又好啊。我當然今日好少報攤啦，咁你攞20份報章同雜誌都係今天呢個時代嘅東西啦。咁但係佢可能係唔同語文，佢可能係算命書，可能係漫畫，可能係報紙，可能係消閒雜誌。佢為咗唔同目的去寫嘅，不過都係今天嘅人去寫咯，係咪？即係就係咁樣，佢為咗唔同目的，所以嗰39卷書裏邊有智慧嘅文學，有先知嘅書卷，有律法書等等等等。咁佢裏邊有好多重唔同嘅聲音，佢哋喺唔同嘅時代寫，面對唔同嘅問題去寫。寫嘅時候，佢哋係記載住上帝同希伯來人或者同以色列人互動嘅體驗同見證。有啲係先祖帶落嚟，佢哋自己記住咗阿爸阿媽或者阿爺阿公嗰陣係咁樣講，摩西咁樣講嘅，阿耶和華上帝喺出埃及嘅時候咁樣。咁但係呢個唔係佢嗰代啊嘛。到佢嗰代嘅時候，佢哋再重溫呢一段嘅時候，佢哋又加上咗自己嘅一啲嘅體驗，所以有啲時候即係你會見到有啲嘢未必應該摩西知道嘅喎，咁應該係後人先知嘅，佢哋加咗落去啊嘛，唔一定完全係摩西嘅東西。咁當我哋知道呢啲係佢哋嘅見證同體驗嘅時候，我哋就唔會隨便，或者當我哋要直線應用就要好小心啦啊！即係我哋話亞伯拉罕有信心，於是乎我哋都要有信心。OK，咁亞伯拉罕有幾個老婆？咁我哋係咪有幾個老婆啊？你試下咁講啊嗱，我睇你個頭去邊啊嗱，咁即係唔會噶嘛。咁點解呢樣嘢學嗰樣嘢唔學？篩選嘅標準喺邊度？咁呢樣嘢就係釋經學
帶俾我哋嘅東西啦。我哋憑住乜嘢去攞到嗰個嘅作為宗教文獻啊，聖經作為宗教文獻嘅精髓嗰個信息，就係以色列人從呢啲體驗同見證點樣認識咗耶和華嘅乜嘢呢？上帝係一個點樣嘅上帝？人作為立約嘅子民，應該點樣同佢相處？呢個係個重心。至於邊一啲係文化，邊一啲係外在嘅，唔係規範性嘅，係當時嘅人嘅啫。咁你今日即係有人過咗身嘅時候，你唔會去買個山洞去葬佢，好似亞伯拉罕葬個老婆咁噶嘛？你又唔見你話要跟呢啲嘢？即係你可能話我都會買個墓穴啊，你好有錢就係啫。咁但係呢個唔係 norm 嚟噶嘛，呢個唔係必須噶嘛，你有其他嘅方式去處理噶嘛，即係合法地去處理呢一樣嘢。咁即係呢啲係文化。咁所以留意，當我哋讀聖經，當我哋用釋經嘅時候，我哋要好小心，唔係下下去用字面解釋咗，câu句寫句金句出嚟就回答咗人嘅問題。如果有咁簡單嘅話，大家唔使讀咁多神學啦。咁亦都調翻轉頭就話，正係因為大家好多時有啲人係輕視神學啊，覺得唔重要，所以就直線應用咯，按字面咯，完全唔理文化背景因素，冇去萃取嗰個經文嘅信息。嗱，所以2000幾年後嘅今日，我哋帶住自己同嘅背景同觀點去睇嘅時候，我哋自然就會問啦：我哋點樣從呢啲文字記錄，將昔日古代信仰群體嘅體驗同見證，揾出適切於我哋今日嘅信仰內容、規範同指引呢？嗱，所以呢個係三重嘅世界啊！喺日後你會見到，如果嗰本書出咗嚟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啦，即係為呢樣嘢都禱告啦，揾緊出版社。三重嘅世界。文本背後啊，我哋叫做編著者嘅世界有自己一套嘅文化背景。上帝藉住佢哋嘅手寫低咗啲嘅信息，雖然佢哋寫嘅時候都未必知道自己嘅書日後係會咁緊要成為經典，但係即係佢就寫下來啦。咁然之後就成為咗我哋手上面見到嘅翻譯咗又好、原文又好嘅文本啦嘅聖經啦。跟住由今天嘅我哋。古代嘅人關心嘅問題，我哋未必關心。吃肉係咪帶血，我哋唔關心。譬如要華人嚟講，常常特登吃血添啦，係咪？我哋唔關心，我亦都唔會因為咁樣唔吃。我哋覺得嗰個係文化因素。咁今天我哋帶住我哋關心嘅問題嚟去攞住聖經，仍然喺今日用得着嘅信仰原則，就係嗰啲人同上帝關係嘅原則嚟去應用喺今天。咁以至於我哋能夠 differentiate 能夠去分辨到邊一啲係信仰內容規範同指引，邊啲唔係。例如剛才講過，古希伯來人吃肉不帶血，因為佢哋認為血帶住生命。我哋今日認為嗰啲係文化。古希伯來人認為，或者去到保羅時代都認為婦女出外蒙係需要蒙頭嘅。今日你睇下喺香港地即係香港有冇姊妹信仰耶穌嘅基督嘅姊妹，你會覺得佢應該要蒙頭先出街，更加唔好講着短袖衫、着熱褲嗰啲嘢啦。即係可能仲有啲宗派、有啲教會會認為都要戴翻頂帽啦，定乜嘢咁？嗰啲我唔干預，但係一般嚟講，我哋都認為嗰個係文化因素，係咪？即係再落嚟就係話，古代嘅人認為或者因為資源嘅問題，好多時識字嘅係男性，讀書嘅係男性。今天你都好難接受呢一樣嘢啦，尤其是喺一個已發展嘅地方。但係今天仍然嗱，我即管少少掂一掂條界啦，無意冒犯啦。因為今天仍然有早排，就算喺外國地方，都有人會話好堅持話，女性唔應該按立做牧師。男性先至係嘅啫，跟住就直線咁用咗保羅裏邊某幾句嘅經文，即係必須要強調嗰個係當時嘅文化，係礙於當時嘅人嘅知識水平。的確，女性當時嚟講冇機會讀書，除非貴族啊。有冇人讀書嘅咧？有，你睇下希羅時代嗰啲貴族嘅婦女係好有錢、好自主，由佢哋提出離婚添，甚至乎係有好有知識嘅。但係呢個係有少數。咁於是乎，作為教會領袖，你冇讀過書嘅時候，又的而且確未必係喺保羅嘅時代，未必係適合成為長老，或者當然喺一個猶太世界裏邊就有長老啦，或者係監督咁樣。
今天我諗我哋都好難接受啦，即係好多宗派都唔接受咧，應該咁講啦，唔好咁講，好難接受啊！即係有啲宗派係會覺得呢個係 OK 嘅，係完全係 practice 緊呢樣嘢嘅。我就覺得哦，你按你嘅傳統啊，但係我自己所信嘅，我個神學同埋我自己所認識比較熟悉嘅堂會，佢哋都係會有女嘅 bishop 啊，會有女嘅牧師啊，冇問題。啊，即係上帝做人係冇咁樣分嘅。嗱，呢啲究竟邊啲係文化，邊啲係無關信仰記錄嘅，即係無關信仰重心嘅，即係文化元素咧？或者當時只係一啲嘅歷史記錄，而邊啲係真係信仰規範咧？當然呢個有討論空間嘅。嗱，就好似剛才所講嘅，都已經有唔同標準啦，係咪？亦都有啲堂會係會接受。有啲宗派會接受嬰兒洗禮，有啲宗派就話我唔接受嘅，因為佢自己唔能夠自主去認信咁樣。咁呢個係去到神學啦。嗱，呢啲就係去到神學咯。你唔大家都有經文支持嘅啊。你如果係鬥背經文嘅話，咁你話我嗱，則不過得意就係，往往喺呢啲嘅骨折眼上邊，大家就會話我講嗰啲係聖經，你講嗰啲係神學，嗰啲係你諗出嚟演繹出嚟嘅啫。我就跟經文啦，大家都會咁講嘅喎。你有你用你講緊嘅經文，佢有佢用佢講緊經文，然之後你就話佢講嗰段唔係咁解，佢又話你講嗰段唔係咁解，所以咪出現唔同嘅神學思想咯。因為大家嘅理解啊，個詮釋啊，詮釋學啊嘛，詮釋唔同，咁呢個就出現咗唔同嘅門派啦。咁啊唔緊要嘅，呢一樣嘢你問我，我會覺得係上帝使人嘅信仰更加多姿多彩，更加繽紛啊！即係正如喺一台飯上邊，如果只係得一碟餸，日日都係嗰碟，你會叫做悶。每日有唔同嘅餸菜啊，綜合落嚟，有時 fusion，你會話好繽紛，好好食，好有趣啊，好有樂趣咁樣。咁信仰當然就冇咁兒戲嘅，有啲人就講唔得咁啊。但係咪一定要去統一劃一呢？似乎上帝唔係想我哋咁喎，你可以唔認同啊呢樣嘢。但係單係睇聖經，我哋手上邊至少有20幾萬份聖經嘅古時啦，似乎你認為幾古時嘅版本，就算計去到公元1世紀之前嘅，可能都淨係舊約講緊有超過5000個嘅手抄本，而呢啲手抄本都有唔同嘅，即係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文字上邊嘅記載，或者額外多咗個內容。我哋手上邊嘅係大家經過好多代嘅釋經學者啊、考古學者去綜合咗佢哋，變成咗一個看似好劃一嘅版本。但係呢個係經過大家嘅努力去做，即係等大家有個對話嘅空間。但係今天如果我用希伯來文嘅舊約，你研究70士嘅舊約，佢研究死海古卷嘅，佢研究撒瑪利亞人五經嘅，大家都唔會話我個先啱，你個錯嘅，唔存在呢樣嘢。因為大家知道有唔同嘅傳統，呢一種係繽紛。我相信係上帝刻意留喺我哋手上邊嘅一個個狀況，讓我哋嘅信仰係有咁。而呢一樣嘢唔影響核心教義噶嘛。嗱，大家唔使又聽到咁繽紛嘅時候驚喎，因為心法啊嘛，我哋講緊心法就一定要好小心啦啊！我要俾你睇多啲唔同嘅狀況，因為你嘅心態決定咗你嘅眼界。你認為只能夠劃一嘅，你個眼界就只係一個點一個方向。你認為唔需要咁樣統一嘅硬性統一規定，扮睇唔到其他嘅傳統嘅話，你嘅眼界就會睇到其他嘅傳統，睇到其他嘅多元嘅好多唔同。聖經裏邊，淨係聖經裏邊都有好多種希伯來人俾嘅聲音，淨係演繹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門派，以至於有好多唔同神學嘅視覺。陣間我都會帶大家睇下，即係淨係釋經裏邊都有唔同嘅視覺。嗱，所以點解叫心態決定眼界咧？點一點頭，點一點個題目先啊！即係嗱，所以面對住時空同文化嘅巨大差距，我哋要理解呢一啲嘅希伯來人留低落嚟嘅見證。當我哋要理解嘅時候，就涉及我哋點樣去理解嘅方法。呢個就係詮釋學或者詮釋嘅理論啦 （hermeneutics） 啦。當我哋詮釋聖經，就係一個作為即係為宗教目的而寫低嘅文學作品嘅時候，
咁特定地一啲嘅方法啦，尤其是用喺聖經，咁我哋有個專門嘅字嘅。雖然講真，exegesis 啊，即係釋經或者釋出呢個字，唔係特別為咗聖經而去出現嘅嗰啲希臘文裏邊嘅一個字，但係好多時我哋見到 exegesis 或者 biblical exegesis 就清楚啲咧，就係用喺聖經嘅。嗱，從唔同嘅角度，咩叫釋經學咧？主要嗱，由於有文本後嘅世界，即係編著者2000幾年前嗰個年代，同文本前嘅世界，即係今天嘅你同我2000幾年後，同樣面對住中間啊，而即係假幻想住一個嘅即係三重嘅地方啦。編著者係一重，經文係一重，跟住我哋係一重嘅時候。咁釋經學其實最籠統講都有兩個，其實有三個應該咁講，三個嘅系統或者三個嘅大嘅 family 啊，家族啊。嗱，每個家族都有好多種細分嘅唔同嘅成員啊，釋經嘅唔同嘅方法啦。咁文本特別去處理文本後嘅，即係話嗰一集編著者2000幾年前佢嘅文化背景之下寫成信息嘅咧，我哋就會話佢係從唔同嘅角度，我哋從唔同嘅角度嚟重構聖經或者經文嘅原始啟示。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從經文嘅文學啊、歷史啊、經文透露出嚟嘅傳統啊、經文嘅用字就係文學啦，經文嘅表達出嚟嘅歷史，但係有時係作者刻意俾你睇嘅歷史背景，唔等於作者嘅歷史背景。咁你話此話怎解啊？即係金庸先生寫《鹿鼎記》嘅時候，佢自己係唔係清朝嘅人？唔係啊，但係喺佢筆下，佢記寫咗落嚟就係《鹿鼎記》，一個清朝背景、康熙年代背景嘅故事。咁所以寫作嘅人嘅歷史背景、身處嘅歷史背景，同佢筆下嘅歷史背景可以係好唔相同。列王紀寫成嘅時候，好明顯已經過咗亡國啦。你因為你見到列王紀下已經去到亡國被擄，咁所以就唔會係列王當代，唔會係所羅門時代寫落嚟啦。咁啊，甚至乎相當肯定係被擄回歸之後先寫落嚟，記載翻列王時代嘅東西。嗱，所以歷史又會再出現，就係話你認為編著者估計編著者嘅歷史背景同編著者寫落嚟俾你睇到佢想描繪緊嘅歷史。咁無論如何，無論係從文學、歷史、傳統定係神學嘅演繹都好，我哋都係嘗試重構呢個透過文本俾我哋見到編著者2000幾年前嘅世界，佢筆下想表達嘅信息，佢筆下從佢寫落嚟嘅嘢，我哋推斷佢嘅思想，當時佢嘅思考方式，佢嘅價值觀，咁以至於去推斷翻個信息出嚟。咁呢個係重構文本後嘅世界嘅一套嘅詮釋，就係以前嗰啲即係我文本本身啦，即係嗰啲textual criticism 啦，即係嗰個文本嘅評價啊，或者係 historical criticism 啦，歷史評價啊，傳統評價咧 tradition criticism 啦，即係來源評價啦 source criticism 啦，等等等等啊。如果你讀過神學嘅，你會聽過呢啲 term。咁然之後就文本本身嘅評鑑咧，就通常咧就係一啲文學嘅分析啊，用一啲分析其他文學作品嘅方法啦，例如話如果係敘事嘅，咁我哋睇下敘事裏邊啊 narrative criticism 啦，敘事評鑑啦，敘事裏邊嗰啲嘅角色嘅互動啦，喺個宮廷裏邊，拔士巴點樣向阿大衛去申訴？點解仲未叫所羅門作王咧？佢嘅兒子，跟住喺呢個時候，就喺呢一刻，拿單先知同佢夾好晒，差唔多啱啱好咁樣 step in 啊，就踏入嚟宮廷裏邊，就話王啊，你曾經真係咁講過喎，搞到呢個懵懵下嘅大衛，以為自己真係唔知係唔係啦。總之就既然係啦，就不如今日做埋佢啦，咁樣咁樣。嗱，呢個係喺文學上邊嘅一個鋪陳，我哋透過用一個敘事嘅分析，去好似睇劇本咁啊，咁好似睇一個舞台劇咁啊，咁去見到角色嘅互動嘅戲軌嘅推進，信息點樣憑住咁樣嚟去帶出嚟啊，唔同個角色嘅對話，帶出唔同個角色嘅性格，以至於帶出神學嘅信息。咁呢個係喺文本嘅時候，我哋淨係睇個文學分，即係用個文學嘅分析啊，或者好多時有啲人就話一個以文本為中心嘅評鑑方式啊，text-centric 嘅一個 analysis 啦，一個 criticism 啦。咁到
今天我哋作為現代人嘅角度去睇呢啲文本嘅時候，就帶出咗一啲嘅讀者嘅回應嘅方式啦。我作為一個21世紀嘅華人嘅角度，我好着重去睇聖經裏邊關於道德嘅教訓。咁嘅時候，咁係一種角度。如果來自一啲曾經做過殖民地嘅地方，譬如話一啲非洲嘅國家，咁你就會聽到啦。佢哋推翻咗殖民地嘅統治之後，佢哋有後殖民主義嘅 post-colonial 嘅釋經嘅方法，從一個後殖民就見到嗱，呢啲嘅用字就係一啲嘅當時嘅人解經嘅時候就用嚟壓迫人啊，咁，或者今天我哋從一個解放嘅角度去睇啦，解放神學咁樣嗱，從一個讀者嘅角度，或者甚至乎一啲聖經編著者嗰陣未有嘅學問，心理學角度嘅分析。人類學角度嘅分析，社會學、社會修辭學角度嘅分析嚟去睇聖經，咁呢個係我哋文本後嘅世界，現代人帶住今天現代嘅學問嚟去encounter 嚟去同呢一啲嘅聖經經文嚟去產生一個新嘅理解，產生一啲新嘅信息。重新演繹經文，因為畢竟到最後，我哋唔係為咗一個考古嘅興趣去認識經文，到最後係為咗今天嘅人得到一啲嘅信息。所以呢個文本後嘅世界，你又唔好覺得佢夾硬揾啲新嘢出嚟講嘅，唔係嘅，佢係想同今天嘅人嘅世界更加接軌。而有時我哋雖然講就講得好似咁清楚，但係其實好多時，就算喺學術世界裏邊嗱，譬如話。即係都未必分得咁清楚。呢啲方法究竟社會修辭學係咪真係一個純粹用今天嘅學問嚟去，即係喺將佢放喺個經文度擠啲信息出嚟咧？又唔完全係嘅喎。因為當你知道咗一啲嘅當時希羅時代啦，以新約嚟講嘅人嘅修辭手法嘅時候，咁又真係的而且確係認識多咗。保羅寫佢嘅書信嘅時候，能夠帶出一啲咩嘅信息？咁不過除咗當時嘅修辭學之外，我哋亦都加上咗今天認識嘅對於修辭學更加多嘅理解啦，或者一啲嘅新嘅理論啦，咁又多咗啲嘢出嚟啊！即係社會修辭學、社會經濟學等等嘅嘢，咁去同個經文困過啊！我哋叫做即係好似撞奶茶咁樣，奶撞茶咁樣撞落去嘅時候，有啲新嘅信息出嚟。咁於是乎，其實釋經嘅方法最低限度都有3個嘅家族喺中間。咁不過我就會建議啦，即係作為即係舊派啲嘅人啦，我就會覺得，我哋先從個文本度揾出文本即係聖經經文寫作嘅原意同信息。當然乜嘢叫原意、原讀者、原作者呢樣嘢咧係比較難嘅。陣間會講到個概念快啲啦，要咁跟住，但係個問題就話，我哋首先去揾咗原意。然之後先至再去翻嚟文本後嘅今天嘅我哋，帶住我哋嘅問題，我哋新嘅學問嚟去同呢個聖經原意，或者我哋從編著者嘅角度編著者打算透過呢啲嘅經文傳達嘅神學信息，然之後先帶過嚟我哋嘅現代度，向我哋說什麼話。咁我會覺得呢，就比較避免咗太過我哋主觀嘅角度讀入咗我哋今天嘅議題落去聖經裏邊。好啦，原意，如果聖經係只係得一個作者，得一個時代，一卷書直接就寫咗出嚟，咁就當然可以有原意啦。例如我寫個電郵俾我教授咁樣，咁就好清楚啦。因為一個作者就係我，一個文本就係嗰封電郵，同一個讀者就係我嘅教授啦。咁樣。問題就係話舊約聖經絕大多數其實係經由好多個唔同嘅階段嚟去逐漸收集咗唔同嘅材料，譬如係律法嘅，唔係一定一個人收集晒摩西五經噶嘛，咁多可能經過咗幾百年百幾年或者以賽亞書咁樣前後可能喐下都200-300年嘅，收集咗先知。唔同先知以賽亞嘅信息，後來可能其他一啲唔知道邊啲嘅傳統嘅先知嘅信息，咁加埋咁樣加咗落去，因為一啲嘅主題
聯繫咗日後有機會講以賽亞書嘅時候，你就會明白我唔係我咁新奇作啲嘢出嚟嘅，呢個係學術界嘅主流嚟嘅。所以你話啊，以賽亞書收納咗其他不知名嘅先知嘅信息喺裏邊啊，嗰啲僕人之歌嗰啲，其實可能係指向一啲唔知道，即係已經唔知道係邊個先知噶啦，或者當時嚟講邊啲忠心嘅僕人啊咁樣。不過因為個主題嘅原因，就收納咗喺以賽亞書嘅1至39章裏邊，咁等等咁樣。嗱，即係經過咗咁長時間，經過咗咁多手，仲有冇原作者、原讀者呢一樣嘢？如果有，其實係好多代嘅原作者，因為始終都有原本，就算短短切切咁得幾章都好啦，咁都有原本寫嘅人啦，啱嘅，有嘅，有原本聽嘅人或者讀嘅人啦，有嘅。咁但係當佢變成一個大嘅66，即係幾十章嘅書卷啊，以賽亞書66章嚟講咁，幾十章嘅書卷嘅時候。咁佢原作者同原讀者就係好多代嘅原作者，好多區域嘅原作者，同好多代嘅原讀者，好多區域嘅原讀者咯，係咪？咁呢樣嘢就比較模糊啦，係一個比較抽象嘅概念。咁所以今天我哋睇聖經嘅時候，我哋好幸福啦啊！即係只要我哋唔係即係去到做研究逐橛咁拆翻開嚟，其實嗰個都唔容易嘅，嗰個係編修研究啊 （redaction criticism） 啊，即係編修評鑑嘅工作。即係嘅時候，我哋睇緊，譬如和合本修訂版係一個大家都整體嚟講都係即係統一，即係劃一咗。我哋今天就睇呢本啦，睇呢個翻譯啦，咁樣咁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容易啲去有一個共識，討論嘅時候有一個基本啊嘛，係咪？咁即係我哋係用一個最終嘅文本啊，即係我哋手上邊呢一份啊，即係用一個成果嚟去推斷翻估計啦。原作者係呢個，原讀者就係當時呢一班嘅希伯來人咁樣，係一個好籠統咁樣去做一個估計嚟帶出一啲嘅信息。咁係可以嘅，呢個亦都係我哋嘅限制。所以我哋假設什麼，我哋嘅限制就是什麼咯。我哋假設原讀者就係某個年代嘅希伯來人，我哋嘅限制就係即係調翻轉頭啦，就係我哋呢一個假設好容易就俾人擊破，因為即係我哋冇辦法唔係咁樣假設，所以我哋只能夠用呢個角度。咁但係事實上好難去站得住腳嘅。不過我哋有一個共識，我哋假設住先。如果唔係，咪傾唔掂咯。我同你講嘅一，如果個意思都唔同嘅時候，點計數啊？一係一個咩概念啊？哦，原來我對於一嘅概念同你對於一，我對於零嘅概念同你對於零嘅概念係唔同嘅吓。你問下啲讀數學嘅朋友，佢會同你講半日噶啦，係啦。咁我哋要有一個共識先，咁啊，即係方便嘅啫。咁呢個就係用最終文本實踐啦。唉，理論完之後咁點咧？咁啊，係啦，我哋主要就睇三個嘅角度啊。當我哋釋經嘅時候，文學。經文點寫先？文本即係經文裏邊點寫呢？上文下理用字，佢用咗啲乜嘢嘅格式呢？格式喺呢度唔係講緊係咪褪五格先至開新段嗰個啊？唔係，而係話佢有冇一啲嘅片語啊，短嘅 phrase 啊，係常常你會見到嘅。譬如這是耶和華說的啊，呢個先知公式咁樣，或者我是。我是你們的神，你們就作我嘅子民咁啊！呢個係立約公式咁樣，呢啲係格式。咁呢樣顯出一個信仰傳統嚟嘅。用啲乜嘢嘅文體咧？係詩歌啊，係智慧言語啊，係敘事啊，係即係等等等等。咁即係用一種乜嘢嘅律法啦？律法裏邊又再分係絕對嘅律法啦，定係個案式嘅律法咧？咁樣。跟住佢係用點樣編修成書咧？我哋會唔會見到一啲將啲經文合埋一齊嘅痕跡咧？咁樣，咁呢個係文學上邊探討嘅釋經信息。歷史編著者嘅歷史背景，編著者描述嘅歷史背景啊，即係編著者嘅歷史背景，例如金庸先生，佢自己係一個現代人啊，即係一個即係60、70年代嘅開始著名嘅作者咁樣。編著者描述嘅歷史背景，喺佢筆下有《鹿鼎記》，有《倚天屠龍記》咁樣啊，由元朝到清朝都有咁啊，係佢編著嘅歷史背景。史實嘅場景，咁當時嚟講，編著係一個背景啊，有宜春院啊，有韋小寶啊，但係當時嚟講，實情喺嗰一個地方，或者實情喺清朝嘅宮廷裏邊，
係點樣咧？咁可能同即係嗰個文本嘅內容有所不同嘅喎。咁同樣啦，即係究竟聖經裏邊寫出嚟描繪敘事裏邊俾我哋見到嘅情景，同現實裏邊嘅歷史會唔會考古發現嘅會唔會有所差距呢？如果有嘅話，唔需要好驚訝嘅，因為古代嘅人唔係打算寫一個或者做一個考古記錄啊，佢寫聖經寫呢啲書卷係有佢嘅編輯，有佢嘅神學意思喺裏邊。佢唔係純粹為咗做一個考古記錄，所以有啲細節唔重要嘅。即係我講 video，我錄呢啲片嘅時候，有時都口誤啦，有時都噏錯啦，可能吹大咗啦，跟住翻轉頭再睇下啲資料嘅時候，跟住死死地氣就整個注出嚟啊，修訂翻我自己講嘅嘢。但係佢哋冇咁好彩啊嘛，寫咗出去，可能卷書派出去嘅時候就冇得翻轉頭噶啦嘛，咁啊。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所以如果你話見到考古嘅資料同經文唔同，唔需要第一件事就一定要捍衛，一定係經文啱考古錯，你未揾到啫咁樣。開放啲心懷，睇闊啲眼界，即係可以睇下先即係研究下先。如果真係好大分別嘅時候，會唔會呢個分別係編著者特登嘅咧？反而調翻轉頭，我哋就要諗編著者會唔會特登寫一啲唔同嘅嘢嚟去刺激佢個讀者有個反應咧？都可以係咁樣嘅，即係諗下先咁樣啊。咁編著者所用嘅資料嘅來源啦，佢所屬嘅傳統咧，佢係南國定北國嘅人咧，佢支持立王定唔支持立王咧？咁即係等都有唔同噶嘛。即係你睇撒母耳記，當立王嘅時候，上帝藉住撒母耳講嘅說話就好明顯係反對立王啦。佢唔係厭棄你啊，撒母耳，佢厭棄我做佢個王啊。上帝自己，個心幾傷咧咁樣。但係唔係喎，立咗王嘅時候，哇，又即係好似好讚揚，即係阿大衛好讚揚阿所羅門咁樣。咁呢個咪保皇派咯？嗱，立王同唔立王都有唔同嘅聲音喺聖經同時出現嘅。咁佢所屬嘅傳統係乜嘢咧？文本表達嘅歷史處境。想表達咗即係嗰個處境嘅意義在什麼咧？咁文學咯，歷史咯，第三個釋經要注意嘅咧就係神學啦。最終佢想透過呢個經文表達一啲乜嘢嘅信息，佢用咩手法去表達咧？所以可以話聖經科最終嘅目標或者我教聖經科嘅目標啦，就係讓同學可以喺一個學術嘅傳統裏邊，唔係冇根據，唔係按感動即係人人都可以讀經，你同我都係祭司咁樣。咁就出好多係人用可以讀經，但係咪嗰個就係經文原本想表達嘅意思咧？嗰個係需要受訓練，即係你都要尊重一下呢個係一個2000幾年嚟大家都做緊研究嘅科目，唔係今天喺大學裏邊先做研究。2000幾年嚟都有人研究聖經呢一樣嘢，由猶太人嘅世界到我哋要喺一個學術傳統裏邊掌握釋經嘅方法。將主觀嘅同埋嘅因素同埋偏見盡量減少，讓同學能夠自行詮釋、解釋到一段經文，攞到個信息而不自曲解。我亦都希望聽緊呢段錄影嘅，我成日都講錄音，因為以前我有一個好長嘅時間係用錄音嚟做主日學嘅，即係 Covid 嗰段即係疫情嘅時間，即係用嚟做主日學，所以我慣講錄音。即係我亦都希望睇緊呢段 video 嘅朋友，你能夠喺釋經嘅時候，應用喺你身上邊，你當然可以好主觀、好個人上帝對你好有安慰。但係當你解釋呢段經文俾其他人聽，俾未信嘅朋友聽嘅時候，盡量將主觀嘅因素減到最少，但係能夠有能力經過好多個學習睇書，能夠自己解釋一段經文，攞到個重心思想而不至於曲解。呢個就係聖經科最終嘅目標，或者我教聖經最終嘅目標。咁當然釋經亦都有啲人唔用 exegesis 即係其他嘅用字就 interpretation 或者有時睇到一啲美國書，佢就會話 exposition expository 咁expository 咁轉翻個英文音係咁，所以咧讀舊約嘅其中一個視角係一個比喻，就係爸爸俾哥哥嘅信，咁即係差唔多完結嘅時候，咁講一講呢個比喻啦，都幾長啦條片。咁呢個比喻我唔記得咗係邊個講嘅啦，會唔會係李思敬博士即係李思敬院長講嘅咧？我上佢延伸課嘅時候，我唔係好記得。
但係呢個印象好深，就好似一個爸爸啊，長年出去行選嘅時候，咁佢為咗要教阿哥哥啊，即係有兩個仔啦，最低限度咁講法。哥哥嗰個時候已經成長啦啊，咁啊佢要決定升學定係就業啊等等，人生有好多個決定嘅時候，爸爸都唔喺佢身邊，咁啊，於是乎只能夠寫信翻嚟。咁啊，累積咗好多個信啦。嗱，你如果考慮升學就咁樣，你考慮做嘢就咁樣。啊，做人處世要咁樣嘅喎。啊，最緊要係咩啊？啊，唔好入黑社會，唔好吸毒，啊，唔好有不良嗜好啊。即係我期望你做一個好人，你唔需要做一個好有錢嘅人咁。等等等等，咁有好多個教導喺裏邊。到到日後啦，哥哥大個咗，搬咗出去，咁啊細佬住咗哥哥間房，發覺喺個櫃裏邊咧。哥哥就一封一封呢啲信好好咁收好咗，揾繩紮好咗。啊，先唔講私隱呢個咁現代嘅問題，細佬拆開咗呢封信嘅時候，就去睇啊，原來當中當然有啲係哥哥處境嘅嘢。啊，哥哥中意咗個女孩子，咁啊爸爸就同佢講，啊，識到女仔就要咁樣同女仔相處嘅喎。啊，爸爸唔喺你身邊，咁你要點樣做一個男士啊？即係要點樣點樣噶嘛？呢個唔適用於弟弟嘅處境啊，或者哥哥諗住入工業中學啊嘛，弟弟可能讀書叻，更加中意讀書啲嘅文法啲嘅，咁啊唔諗住讀工業中學啦咁樣。咁呢個處境上邊可能唔適用，但係亦都有當中有啲原則，做人嘅原則係弟弟覺得好受教嘅。啊，雖然爸爸呢啲信唔係俾佢，但係亦都繼續係佢可以從呢啲書卷裏邊。最重要係咩咧？唔單止係受教，有啲嘅教導，有啲規範啊，唔好吸毒咁樣規範。佢體會到爸爸嘅愛，唔單止係對哥哥，係對每一個小朋友，對每一個佢個仔啊。可能喺對哥哥嘅信裏邊就話：嗱，你要錫細佬啊，細佬仲細啊，仲學緊行啊，你要照顧佢，唔好自己一個人就帶咗佢出去玩，唔帶佢翻屋企。佢體會到爸爸嘅愛。今天我哋睇舊約。其實亦都有咁樣似嘅，抄翻即係前輩嘅一個個比喻咯。佢原本係寫俾希伯來人，但無可否認，佢係亦都成為咗今日我哋嘅聖經啊。喺第一課裏邊同大家講過，為何我哋今日仍然讀舊約，透過耶穌基督嘅肯定，呢個成為咗我哋新約群體啊，教會群體嘅聖經。佢原本寫俾希伯來人嘅，有好多嘅文化針對希伯來人當時處境嘅問題，可能對於我哋已經唔適用噶啦，唔啱使噶啦，唔切身噶啦。但係當中嘅信息裏邊仍然有一啲嘅規範，我哋要好小心留意嗰個規範係對哥哥，即係姑且用呢個比喻啦，希伯來人嘅處境嘅規範，定係今日仍然適用於我咧？我哋知道今日好多都唔啱用，好似我哋所講嘅吃肉帶血啊，女士要蒙頭啊，姊妹要蒙頭呢啲。已經唔啱用，咁但係裏邊亦都有仍然有啲嘅教導係啱用嘅，仍然係最重要係咩啊？我哋知道透過舊約，父上帝係愛我哋，耶和華上帝唔單止係希伯來人嘅神，亦都係我哋嘅神，對我哋係啱用嘅。呢一樣嘢好重要，同我哋仍都係即係當我哋今日好得意噶，有啲弟兄姊妹啊，即係都係信耶穌嘅，佢哋好重視啊，嗰班係猶太人，係以色列人，佢哋係上帝嘅子民咁樣，即係佢哋好重視嘅。即係喂，我都係上帝嘅子民，你同我都係，即係大家係平等嘅咁啦。即係佢哋好寶貝，我哋都好寶貝嘅喺上帝眼中啊。即係，但係我哋要知道呢個係上帝對我哋嘅愛嗱。所以即係到最後同大家分享嘅係一個原則，釋經嘅原則係點樣咧？我哋釋經嘅時候，最終應該離唔開呢個嘅範圍。就係聖經係見證基督嘅，佢舊約唔會提到基督嘅，即係就算指向彌賽亞都好，佢唔會直接就話你好似上一堂咁講，你唔好將耶穌基督放咗落去先得嘅。咁聖經係見證基督，而我哋嘅信仰係喺信經嘅規範之下，我哋會背使徒信經、背尼西亞信經，喺信經嘅規範之下，建基於聖經，從福音嘅角度去理解。即係話我哋讀完聖經經文之後，我哋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消息，係有盼望，唔會冇盼望。我哋係藉住理性嘅方法、神學方法去思考同論證經文嘅意思。嗱，日後我會俾多啲時間去講呢一章嘅 PowerPoint 啊。今日大家只係記住呢一樣嘢就得噶啦，因為如果唔係，淨係呢度都足夠講30分鐘，逐句去講。英文就係咩咧？我哋係去 uphold
the biblical, evangelical and theological faith。呢啲當你喺呢個規範之下，你應該好難出到啲好妖孽、好怪相嘅解釋，因為你係建基於聖經，從福音嘅角度，並且係理性嘅、有根有據嘅去解釋。咁日後我哋會講釋經學嘅時候，會講多啲呢一張嘅 PowerPoint。嗱，今天好多謝大家嘅收聽。咁呢個嘅微言專題系列打底篇，去到呢一度去完結。如果你由第一集睇到嚟呢個所謂嘅第6B 集，其實總共10個 video 噶啦，唔係只係6集嘅，不過6課10個 video。我衷心感謝你，亦都希望呢啲嘅 video 對你有所幫助。下一次又開定個空頭支票先，都唔係空頭噶啦，準備緊嘅。我會一個可能會有其他嘅專題嘅，但係其中一個會都講幾耐下，我估計會超過1年嘅專題啊，就係逐步逐啲啊，下次每段片就會短啲嘅，我會監自己短啲嘅，會去講舊約導論，我哋點樣由零開始去慢慢去認識舊約實體啲嘅內容多啲嘅咧，下一次我會開始嘅。好，講到呢度，願主祝福大家，拜拜。感謝你收睇今次嘅信息，證明你骨骼精奇，充滿咗耐性同愛心。咁唔爭再俾個 like、訂閱呢個 channel 同 share 俾你熟悉嘅朋友啊！間中記得嚟睇下有咩新片上載咗。多謝大家支持，拜拜。